后来过来是台南市的南区，昨暝是发生随机攻击的事件。29岁嫌犯拿一支工作用的收卡皮的刀攻击2个过路人，一个是42岁男性，腹肚互抬着伤；一个是32岁女性，脚趾片互拄着伤。嫌犯犯案的地点离派出所才10外步的距离。其中互抬着伤的男子洗翻头走去派出所的门口，嫌犯佫一直甲追杀。加在远警发现，马上冲出来，甲嫌犯压制逮捕。嫌犯讲，因为甲女朋友分手失联了，才会情绪失控。穿规身躯乌的单身嫌犯过车路的时，甲一个查甫人相闪身，雄雄一越过来向查甫人攻击，查甫人惊到越直就走去路口的派出所，上派出所门口的楼梯，嫌犯袂输是起笑共款，一路甲追杀。查甫人喊救命，所来一个员警发现，就随撞出来控制嫌犯，所落来4个员警嘛拢出来做伙，甲嫌犯压制。当下嫌犯摕一支大约长20公分、收卡皮的刀架，伫咧伊攻击查甫人进前，已经甲一个查某的过路人抬着伤。昨暗时8点外，台南市南区金华路2段发生这件随机攻击过路人的事件，看到的民众拢讲有够恐怖。我讲这3岁，我看到人啊，我惊喊啊，开啦！我听你知影了，睇咧讲，这刀啊，伊刀啊要上面包包啦。29岁单身嫌犯当场就放掠，敢若是因为感情的问题来犯案。同仁去现场有访查哈，那确实有稍微在本周有精神状况比较不好的状况。那至于详细的原因我们警方也是在积极了解中。当下伊个对头一个撞出派出所的员警攻击，不过员警原来是正重的，甲伊控制。开门之后有看到疑似那时候有刺器械在他手上，那因为那时候有民众已经跌倒在地嘛，那我们当然是先保护民众。那时候就先前往压制。嫌犯佫家己讲，犯案进前捌甲前女朋友冤家，不过伊明确的犯案动机，佫需要调查清楚，后续会用伤害罪移送法办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